你好 ，BW Green Power 致力為你提供一站式太陽能光伏發電嘅解決方案，等你嘅屋頂或者天台成為綠色能源嘅價值之地，輕鬆創造穩定嘅被動收入。我哋嘅服務流程快速、專業而且無憂。以下就我哋嘅詳細步驟。首先，我哋提供免費諮詢同埋評估服務，根據你嘅需求同埋天台狀況度身訂造一套最合適嘅方案，確保每一分資源都能夠發揮最大效益。隨後亦都會到現場勘測，確保方案可以如計劃咁實行。之後，我哋會全程協助向電力公司申請加入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計劃，包括所有嘅行政文件同埋流程，整個過程約需時4至6星期。第三步，由我哋專業嘅施工團隊負責進行系統安裝，只需要短短3到7日就可以安全快速咁完成，無需擔心施工影響。完成安裝太陽能系統之後，我哋亦都會處理同電力公司聯繫嘅掛表申請程序，確保你嘅系統順利啟動並開始發揮效益。喺成個服務流程中 ，BW Green Power 都將為你解決所有嘅細節同疑難。你只需提供閒置天台空間，便可安心享受綠色能源帶嚟嘅穩定收入。我哋嘅系統設計能夠有效減低屋頂溫度華氏10度以上，同時減少滲水問題，功能貼心實用。咁究竟安裝太陽能系統會唔會影響我現有嘅市電系統呢？放心，太陽能系統同單位原有嘅電力系統完全獨立運作，絕對唔會互相干擾。成個流程究竟需要幾耐㗎？由政府申請到安裝完成，只需要4至6星期就可以處理申請，而3至7日就可以完成實際安裝，效率十足。安裝過程會唔會整壞我嘅天台或者家居？我哋喺安裝系統嘅過程中，使用咗高品質嘅鋁製支架，韌性與剛性兼具。我哋唔會喺天台嘅地面上鑽窿，而係喺天台上嘅牆身固定太陽能支架。另外，我哋所有嘅物料運送同埋施工都喺室外進行，完全唔會干擾或者整污糟室內環境。會唔會有隱藏收費呢？我哋嘅收費公開透明，每一細項清楚列明，保證絕對冇隱藏收費。電量可唔可以自用，用剩先賣俾電力公司，又可唔可以呢？其實選擇全數售電更加可取。根據而家嘅中電上網電價計劃，每度電高達4港元，遠高於自用嘅電費成本，因此回報極具吸引力。系統實唔實用㗎？可唔可以擋住風暴天氣？絕對可以，我哋嘅系統設計堅固可靠，可以抵禦強風暴雨等惡劣天氣。太陽能系統嘅支架採用咗隔熱頂嘅設計，唔單止可以隱藏電線，仲可以有效排水，避免積水。系統絕對經得起時間嘅考驗。除咗揾錢，有冇其他效益呢？當然啦，太陽能系統可以幫你減低屋頂溫度超過10度，同時減少漏水嘅問題，令你嘅天台更有價值。BW Green Power 致力於為你打造安全可靠、高效節能同埋收益豐厚嘅太陽能發電系統。選擇我哋，唔單止可以為環保盡一份心力，更加可以輕鬆賺取可觀嘅被動收入。仲有啊，千祈唔好錯過我哋最新嘅太陽能資訊，記住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隨時掌握更多嘅綠色能源新趨勢。